上。谢谢你主，亲爱的主，求你帮助今天分享信息的牧师更有体力的站在这里，为你做美好的话语的分享。愿你的话语成为每一个人的帮助，成为每一个人的祝福。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谢谢你，耶稣，在今天早上的聚会从开始到结束，我们都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中。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阿门。阿门。帮助我们的死灵心经。我信上帝，备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犹太的脚下生长，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子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翻开你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到40节。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到40节。翻照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来，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2个人，至多
下的时间交给牧师。平安，新一年昨天晚上都有跟着很多人在跨年，知道对新的一年2017年有新的期待。这个我而家hadap dia baru hari awas kita ada bisa sebut di baru hari bisa hari ya tu kopi karena kita menjawab ini kawas awal mau kita ambil perhatian semangat kita harus hai saat bahawa begini ya bersuara dalam hari sebenarnya kita mengharapkan bahwa paling tepat. Setelah dia dapatkan support mematukan kasela keterbiasaan sempat sangat selesai dari jauh sampai di dalam mendapatkan dia mengharapkan ini kita ini sempat pulang sabar sempat sabar jepang sekarang berito kita boleh menjadi sesuatu yang usia kita bisa orang siwa sekarang berito现在几位弟兄，今天早晨是我们暂停了4次的哥林多前书的书信之后的第29讲，哥林多前书14章26到40节。那兄弟真的也相信在新的一年的里头，我们也想必也重新去思考，从14章的上半部一直到今天神对我们的心意，从教会上面来说，对我们个人怎么去看教会，怎么去执行神对我们身上的命令。特别今天早晨，当保罗提醒我们，透过秩序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对教会现在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是新的一年，所以再次跟我们边上的前弟兄，就看着他的眼睛，握着他的手说：新的一年，愿耶稣继续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勇敢站立。愿新的一年，耶稣继续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勇敢站立。各位弟兄，知道吗？当神在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是非常有规律、也有秩序。所以sama dapat negara tapi berdoa dirasa kira-kira sisiran dapat ini secara sepuluh. Tapi ini sekapan secara cepat.在我们老外arawan kita kira tersebut lalu apa biasa ditangkap kamera pakai usul dalam hal yang bakal dapat pilih nah tidak kurir tidak untuk Tuhan tidak Muhammad tidak Korea tidak Nano betul tidak tahu sangat berasa 50。我们通过创世纪的第1章，很清楚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上帝是有秩序。上帝通过6天来创造这个世界，特别在第1节的时候，创世纪第1章的第1
是有意思的是，在创世纪第1章，我们看到这个计划，上帝的创造这个计划，让我们看到神他其实是他是有秩序的，而且他是非常，如果按照今天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人，这么说好，他就是使用东西会主动问问原味，他写的是可能非常的工整。他做任何事情都有个计划，你从头开始。特别有个请问各位知道吗？过去有学过这个弟兄在祈祷会的时候，各位知道吗？打扫浴室或是厕所，怎么扫会干净？我还把那阿米扫给他你不是ว่า做把它hand好了。我们俩谁看看？他都知道。我知道厕所会浴室怎么打扫最干净。我们从护理的眼光，怎么打扫浴室跟厕所最干净？刷，对，当然要刷。还有一个更清楚的说法，从那个卖那个数字的是没纸，这样子浴室、厕所怎么扫才会干净？漂白水，汗，一般的。吃，很接近答案。把你的好浴室厕所怎么扫？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个经理告诉我，后来我照着他这个方式，以后这么多年来在清理浴室的时候，怎么扫？开口去，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就干净。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就干净，它是有秩序，不是乱。而且把上面这些都清干净，从上面这样刷下来，等到都刷下来，又再从最里面把它扫出来，擦拭就干净。上帝创造世界也是如此，各位看到在创世纪。因为第1章我发现，上帝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重复在说这件事情。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日？3。Araw nila ini sa tapangan, ipitay niyo tapan nila sa likada, usual nila. Ilang ko kataya, ilang ko biyan. Sa kapila, araw na ako biyan, sa abad kirin, likada. Ako biyan. 所以当神创造光体的时候，就有昼跟夜，对不对？ Misalnya kita lihat hari aku rupiah katanya wanita mana sebenarnya 以后通过昼跟夜，人这个标的那个24节气的节律有没有？刚过什么？冬至嘛，过吃，来个大家都一样的嘞。我们不会在7月份吃汤圆，所以可能会有迷信。我们在冬至的时候可以煮汤圆。 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在春分，爸爸还在春分kita， 它是有秩序性的来看，然后就在这里，神通过了花草树的创造之后，才有动物，对不对？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Ayaw dia pag isang ako ba hawin di ba magkakaroon nila sa kata. Ayaw mo semut atau 水果 makakaroon nila sa kata. Ayaw magkaanan makakatuban. 我们看到在上帝的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按着秩序定规做事，按着秩序做事就不会混乱。
tayo你这么靠晒一个，然后让那个什么看法。所以秩序在人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到空间的不停的摆放，当到主持国家建立，甚至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应该要有秩序，否则会大乱。跟我们yang kene, kumakan nai, ya MC 还有好朋友，他一般那边就不会很准时到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混乱了我们的生理时钟了，弄乱了我们生理时钟的节奏了，所以那个好朋友，那每个月来的好朋友就会被打乱，一样的道理。这边说我兵跟这里看，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前面我们的规矩可能看不太清楚。那个规是横的那个规，它可以画圆的。以前古代的人，特别是撒哈拉曼，那这个，通过这个规，它可以画一个圆圈的；通过这个举这个尺，可以画四方形。看。所以这句话才出现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是负责圆的，矩是负责方圆。这成语是这样提醒我们。西方文化的秩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大概那啥 ，God is order 是按，明白？神就是秩序，神就是秩序的意思。啊，到刚好与上按我看一样。它是有秩序的。Misalnya nanti kita maaf kita pasang kata, ada nanti dulu usual so ego, nanti awas kita。我们才说神是秩序，是通的爱。我们看到神通过秩序来表明他的标准，而我们人是透过这个标准。神所造的这个道德的规律，或者秩序的体验、生活的体验等等，在它里面充满爱的东西。我们把出来开始大家的秩序呀，mata betulnya所以我们通过秩序，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荣耀里。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秩序，我们可以享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无论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域，或者在我们的婚姻的家庭，或者在我们的侍奉，在各种不同的领域的时候，这个三个波罗大概就masih ada tay, itu mah karena housing, berarti nggak bakal sa parlemen kita ada sekitar 50, ada ini kata yang kita Masinano kaya kita hawin malahci kemang kita sering kata. Jadi rambut kita haya ada masina not kalau jauh kita hawin mai itu atau cuma hawin baru kita. Waktu mas olah sering kata kita, kalau saya hawin rau satu baru kita. Bahkan Masinano tahay ataya tebak hawin. Upihosin bagi belum makan juga melahci tu sering kata, sentuh kita sering kata tu. Bahkan masih nadu tay, tayar, mana. 通过有秩序的这件事情，我们无论在职场里头、工作领域里头，我们在婚姻家庭的或者人际关系里面，或者教育的侍奉，所有的各个不同的层面，我们都可以得到很大的祝福。这是现在这个弟兄。的一件事情，无论我们做的事情多好，无论我们做的事情多么的重要，无论我们感觉质量多么的棒，如果我们想要活在那个属灵的秩序里面，如果我们颠倒这个法则，其实是好事。
德玛，好像什么是叫好事？吃东西是好事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过量，是吧？就长胖了。结婚是好事，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结好几次婚，我们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知道他中华民国是这样子吗？结婚是好事啊。这如果不在属灵的事情里面，即使是好事，也会失去祝福。所以，按照圣经的教导，保罗提醒我们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否则就会发生不幸的后果。你看，虽然你不记得你18pulau atau siapa kau ni, nah masinang pun tak ikut demak namun amak